第15章，智慧的泉源。聖經告訴我哋，神賜給所羅門王，約在公元前970年至前931年作以色列的王，極大嘅智慧，同好似海邊嘅沙粒一樣，無法測度嘅淵博知識。聖經上話，所羅門嘅智慧超過東方一切嘅智慧。天下列王聽說所羅門嘅智慧，就都差人嚟聽佢智慧嘅話。喺呢一章裏面，我哋要從聖經當中引出幾篇所羅門嘅箴言。呢啲箴言雖然寫於3000年前，但係至今仲常常被當今嘅世人所引用。舊約聖經箴言傳道書摘錄。青春，趁着你還年輕嘅時候，去認識創造你嘅神。安寧，聽從神嘅人必可安居樂業，享受康寧，絕不擔心任何災禍。知識，敬畏真神，乃係啟發知識之藥。順從，我兒啊，聽從你父親嘅訓誨，亦不可以輕視你母親嘅教導。明辨是非，賜給人類智慧嘅係神，亦讓人明辨是非嘅亦係神。仰賴，要全心全意咁樣信賴神，不可依靠自己嘅聰明。無論做任何事，都隨時仰慕神，神就使你嘅前途平坦暢通。健康，不要自作聰明，要敬畏神，遠離罪惡。如此，你嘅身體就會健康，你嘅精神亦為之振奮。責之切，不要輕視神嘅懲戒，亦不要厭煩佢嘅責難，因為神管教佢所喜愛嘅人，正如父親管教佢嘅愛子一樣。福樂，獲得智慧嘅人實在係有福，因為智慧能使你長壽、富貴、榮華、歡樂及平安。明暗，信從神嘅人，佢嘅前途如黎明中嘅曙光，越照越亮，直到如日中天。背叛神嘅人，佢嘅前途幽暗漆黑，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跌倒。謹慎，你要謹慎操縱你嘅心念，心思意念會支配你一生。明察秋毫，人嘅一生所作所為都呈現喺你嘅眼前，無時無刻都在神嘅監視當中。自作自受，惡人被自己嘅邪惡纏住，亦被佢嘅罪孽緊緊捆綁。佢因不能自律，自尋死路。因佢愚妄自大，終必死亡。憎惡，神所憎恨又不能容忍嘅有7項：傲慢的眼、撒謊的舌、殺害無辜的手、策劃陰謀的心、奔向邪路的腿、編造偽證的嘴、挑撥離間嘅人。羞恥，與人通姦的人愚不可及。這種人就是毀滅自己。犯了這種錯誤的人，必承受羞辱和痛苦，而且這種羞恥會跟隨這人一生。忠言，如果你勸告傲慢的人，他會憎恨你；如果你指責明智的人，他必敬愛你。聰明，明智的人聽從命令，愚蠢的人自招失敗。寬容，憎恨引起糾紛，愛心包容過錯。聽勸，聽從勸告，走向生命之路；拒絕忠言，陷入迷失之途。失言，言多必失，智者慎言。謙讓，謙虛乃智慧之母，羞恥是驕傲之子。滅亡，惡人身亡，希望盡成泡影，
罪人期待嘅必虛幻消失。慎言，愛說閒話，泄漏秘密，忠口誠實，守口如瓶。自己，慈悲為懷，自求多福，殘酷不仁，反害己身。美德，女人美麗而不夠嚴謹，就像戴着金鼻環的豬。施捨，施捨寬厚，富上加富；吝嗇小氣，反倒貧窮。聽信，自以為正直，愚蠢；聽從勸告者，明智。言語，出言不慎，如利劍傷人；智者之言，像醫師良藥。誠懇，誠實的言辭永垂不朽；虛偽的話語瞬間即逝。擇友，跟明智者同行，必得智慧；跟愚昧者合作，必受傷害。教育之一，痛愛子女嘅父母必隨時管教，不忍心懲戒子女，等於憎恨他們。歧途，有些道路看似正直，其實導向死亡。賢明，愚昧的人凡事都信；賢明的人步步為營。實行，勤勞工作必有所獲；光說不做，貧窮等着。自制，不易動怒者擁有智慧；脾氣暴躁者愚蠢笨拙。壽命，心裏寧靜，身體健康；妒忌激動，必遭短壽。敬愛，欺壓無助者就係侮辱造物主；敬畏神的人必定能憐憫貧寒。國泰民安，正義使國家強盛；罪惡係民族禍根。應對，溫和對答，平息怒氣；粗暴言辭，激起憤恨。命運，人策劃自己的前途，但神決定人的腳步。警戒，指責明智人一句，比責打愚昧人100杖更為有效。沉默是金，縱然是蠢材，如若沉默不語，也會顯得聰明。愚笨，愚昧的人不喜歡聽明智的話，只喜愛表達自以為是的高見。恭聽，沒有聽完即回答，實在是愚不可及。怨恨，因愚昧毀了前途，心裏卻怨天尤人。暴怒，脾氣暴躁的人必定受到懲罰。人心，有誰敢說我心裏清白？我已經洗淨了自己的罪。心機，每個人都自以為是正直，神卻衡量人內心嘅意念。吉凶，聰明的人見了危險就迴避，愚昧的人才前往自投羅網。教育之義，教導兒童走正路，到老也不會偏離。教育之三，愚昧糾纏着孩子們的內心，管教的鞭子才能革舊迎新。近朱者赤，切勿結交暴躁易怒的人為友，你會耳濡目染，沾染上惡習，反而害了自己。酒，誰有災禍，誰有憂傷？誰常爭吵，誰發牢騷？誰無故受傷，誰兩眼分花？就是那些好於酒、貪杯嗜酒的人。求知，明智勝過強壯，知識勝過勇士。堅定，順從神的人，儘管屢次跌倒，還是會重新站起來。不順從神的人，一旦遭受苦難，就賠地不起。報仇，不可說以眼還眼，以牙還牙，我要報復。睦鄰，不要經常訪問鄰舍，恐怕他會嫌麻煩，怨恨你。潛移默化，不要仿照愚人的話對答，免得你自己也變為愚蠢。怠惰，
懶惰的人自以為聰明，認為強過7位明智者。莫管閒事，捲入事不關己的爭吵，像抽住過路狗的耳朵。卑鄙，這種人是玩弄殺人武器的狂人，欺騙了朋友，卻說我只不過是開個玩笑罷了。偽君子，說謊的人憎恨被他傷害的人。諂媚的人只會破壞，不能建設。自誇，不要自誇，要讓別人讚美你。妒忌，暴虐固然殘暴，憤怒也是兇猛，妒忌更難容忍。坦白，直率的責備勝過隱藏的愛心。長舌婦，嘮嘮叨叨的妻子就像連綿的淫語，滴滴答答地惱人。無底，地獄是一望無際的深淵，人的慾望更是無邊無際。考驗，爐火冶煉金銀，誇讚試煉人心。正義，惡人作賊心虛，無人追蹤也會串逃。義人問心無愧，坦然無懼，像獅子般雄偉。悔改，掩飾自己罪過的人不會成功，承認錯誤才是離棄罪惡的人，必蒙憐憫。諂媚，最後受眾人歡迎嘅不是諂媚奉承的人，而是勸善悔過的人。頑固，屢次受到勸告，仍固執己見，必會突遭遺棄，實無可救藥。教育之四，鞭打管教使人得到智慧，驕縱溺愛使父母蒙羞。謙虛，驕傲自大使人卑微，虛心謙讓使人榮耀。面子，懼怕人就會跌入陷阱，唯有信靠神才得安穩。同心協力，兩人總比一人好，團結工作更有效。一人跌倒被扶牢，多股繩子斷不了。貪得無厭，愛錢如命嘅人，金錢不能使他滿足；貪戀富裕的人，得到財富也不知足。何其空虛，空虛！悲哀，參加喪禮遠比參加宴會更好，因為活着的人應該記住，死亡是每一個人的結局。哀傷遠勝過歡笑，因為哀傷對心靈有益。歡笑，愚昧的人只顧享樂，明智的人考慮死亡。苦人心，比死亡更殘酷嘅係女人的陷阱，因她的心如蛇蠍，她的手如鎖鏈，唯有蒙神喜悅的人才能逃脫她。心懷邪念的人定被纏住。現世，現在世上犯罪的人沒有立刻受到刑罰，因此人們就越加作奸犯科，大膽妄為。虛幻，惡人不敬畏神，沒有平安，生命有如泡影，瞬間即逝。前功盡棄，智慧勝過精銳的武器，一人犯罪卻能毀滅眾多好事。虛此一生，一隻死蒼蠅能使整瓶香水變質，一絲毫愚蠢敗壞一生名譽地位。空虛，人生在世，一生勞苦操心勤奮，結果所得為何？一生充滿悲哀，為工作而煩惱，甚至夜間也不得安寧，全是空虛，空虛。終結，總之你要敬畏神，遵守他的命令，這是人人當盡的本分。因為人的一切行為，不論是善是惡，連最隱秘嘅事，神都要一一審判。